那么第七个是三宝之中心不断觉心藏啊，就是这叫做是觉心藏，或者说是叫这个菩提心藏啊，就是菩提心藏。那么菩提心藏的意思呢，就是说三宝的这个中心呢不间断。三宝的中心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继承这个如来的遗传啊，就是继承这个如来的遗传，如来这个传下来的不管是菩提心也好，智慧也好，或者说善心啊，就这些呢。佛陀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呢，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面呢，就是一点一滴的传下来了，就是这叫做是继承如来的这种正，就是教法的这种意志啊，就是教法的意志。然后呢，输持正法，就是这个法呢，就是输持正法。还有呢，就是培养这个僧众啊，或者说是保护这个僧众呢，其实这个继承三宝的这种重心啊，就继承。所以我们不间断这个三宝的重心的话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菩提心藏啊，就菩提心藏。所以在刚才这个佛经里面呢，说是这个菩提心藏呢，就是不断三宝中故啊，就是菩提心藏是不断三宝中故啊，就是是这样讲的。因此呢，就是大家也是。的确是我们这个现在像那个高僧大德那样的这种菩提心藏呢，就是恐怕是没有的。那很多人呢，我想是比较相同的这种菩提心藏应该是有的啊。就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智慧啊、出离心啊。这些这个功德的话呢，其实这个如来和传承上是一直下来的，就是传下来的。让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想输持这个正法，还有对这个僧众呢，就是有恭敬心，自己也是输持这个包括这个居士以上的这个戒律啊，就是那么戒律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不间断三宝的这个重心，哪里有这个三宝的这种所以的话呢？真理呢，就是远离这个邪魔歪道。真理呢，真正是具足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所以有时候呢，就我都这样想啊，就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真的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像这个马玉我那样的这个无数的这个人当中啊。就是获得了这么样的这个珍贵的人生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荣幸，就是大家呢也应该生起欢心，在今生的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也发愿啊，就是我呢也尽心尽力的，就是为这个三宝和为这个弘扬佛法呢，就是做一点事情，尽量的呢就是不做就是毁坏就是三宝这个中心的这种家族的这一些坏事，就是自己。内心当中经常呢有这样的一种发愿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行为呢也是跟着这个内心的，就是去这个就行持，就是所以说还是起很大的作用啊。那么第八个就是叫做是这个无生等法性得人修行藏，就是这叫做这个修行藏啊。修行藏的话呢，也就是说是对这个空性法门啊，就是对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法门的话呢，我们完全让这个解锁。什么叫做是得法人呢？就是一切诸法是空性呢，就是不像有些捏根者或者是一些小乘根基者那样，就是马上升起这个不为升起恐怖心啊，不会这样的，就是一切这个远离一切戏论啊，就这些呢，完全让这个接受的。一切佛陀的这个高僧摩诃的这些境界呢，我们也是完全让这个接受的。这也是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法忍啊，就是这种这个法忍。那么这种这个法忍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得这个修行藏啊，就是叫这个修行藏。那么修行藏呢，就是在佛经里面啊，就是刚才那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啊，就是修行藏呢，就是得无生法忍故啊，就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呢，我们以前也是分析过，就是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对这个具有大乘宗信的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听到这个空性法门呢，听到一些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呢，你不起生邪见，然后也不起怀疑，就是觉得是如来的心经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一切万法的秘密呢，就是也是这个无法言说的。因此，佛陀既然这样说的话呢，那我这样的这个捏根者呢，就是有什么很测或者是妄加这个辨别的这种这个权利和这个能力呢应该这个佛陀怎么样说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们升起这样的这个心结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属于无生法忍的。因此呢，大家也是能得到这种辩才呢，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真正的这些大辩才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获得了像一地菩萨一生啊，或者是深圳国位的时候呢，才真正让升起这种8种辩才或者是8种功德藏。但是我们现在在座的有些这个修行人的话呢，比较这个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得到的。因此呢，就是有关的一些论点当中呢，就经常讲那个8种辩才呢，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个理论上啊，就是大家应该了解。然后呢，分辨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就大庄严经呢，就是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阐述，就是分辨的时候大家会这个就去阅读。自在腹部里不尽无尽八大藏，佛菩萨赞叹，称三界护主啊，就是讲这个颂词，那么这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前面已经讲了8种这个辩才，那么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呢，闻思，然后就获得了这种8种这个辩才啊，那么8种辩才以后的话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时时刻刻呢，就不会离开，也就是说呢，就是完全就是获得自在，富有就是这个无量无边无尽这个功德的这种法藏，也就是说8大这个辩才。那么具有这种8大辩才的这个人呢，就这个呢，成为这个一切如来的太子，或者是一切如来的这种法子。那么这种人呢？会这个受到了十方诸佛菩萨和高僧大德以及世间当中的这个人和非人的就是异口同声的赞叹啊，就是赞叹，就是说是他是就是大德啊、夫子啊，或者是成名者啊、智者啊等等等，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赞叹啊，就赞叹。所以这种人呢，就是不单是这个受到了诸佛菩萨的赞叹，而且很快的时间当中啊，自己都会成为这个三界这个护主啊，就是天上、地上、地下的这个整个三界当中呢，就是成为护主的我们世间的道士就是真等觉佛位啊，就是获得这个佛位。因此呢，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应该就是知道是获得8种辩才的这种方便方法啊。当然，这个方便方法前2天也讲了，依靠这个4种理和4义来这个进行这个闻思修行。这样的话呢，就一旦会就是获得了这个功德，获得这种功德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各以一切因身海，普出无尽妙言册，今于未来一切界，什么这个瞻佛神圣功德海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赞叹呢，就是会自然而然就是获得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有些呢。就是所有的这个8种辩才呢，就是现在并不是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的，但是呢，我们要对这个基本的这些功德和基本的这些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认真的去做，认真去做的话呢，就是应该变成一个就很好的这个修行人啊，就很好的这个修行人呢，其实我们实践当中很多人也会受到这个赞叹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里面呢，真的不管是法师也好，然后很多这个修行人呢。从他的各方面的这个行为和一些这个智慧、利他的心，在功德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就非常顺喜的啊，就人与人表面上看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个根基啊、修正啊，就很多方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啊，就是差别。所以呢，我也非常的这个希望，就是我们这里在座的各位真正的这种8大功德藏呢，就是现在就完全能获得是。当然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你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最起码也是要当一个比较真实的比较这个实在的然后具有人格人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人，然后呢就尽量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发心和行为呢，就是往这个利他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去这个造作。那这样的话，一定会是受到这个众人的这个赞叹。如果受到众人的赞叹的话呢，那么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个诸佛菩萨的很多的这种这个赞誉呢，就是也会这个自然而然得到的。当然，我们得不到这样的主要的一些违缘的话呢，我就经常想，就是
就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自己的我执啊，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特别可怕的这种执着啊。这种这个执着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包括就是获得八种边财方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慧愿。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就像以前的这个噶当派的大德们就是说那样的，应该就是将自己的这个一切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作为就对峙的就对境。来这个进行修持，那这其实真正有些按照这个传承大德的这个教言来去做的话呢，我们自己特别强烈的执着的一些贪心和嗔心的这些对境的话呢，应该说是宛如这个昨晚的这种梦一样的就没有这个特别需要就是执着的必要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佛教徒啊，就是他写的一个歌，就是听的那个歌词呢还算是很好的，说是什么太阳星星挂在这个天空，然后月亮什么月亮呢就是倒映这个岁中啊，就月亮倒映这个岁中，然后同样的梦什么这个遥远的这个朦胧，遥远的朦胧，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地方，就是就觉得是里面的有些这个内容的话呢，的确是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很多的执着啊，就是全部都是其实童年的一种梦，就是那这样的这个梦呢，我们特别去这个认为是实有，而去这个执着呢，就的确也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可能是在那个没有这个学佛之前呢，就你的这种有些这个行为呢，就是特别的去这个执着过，但是这些执着呢，就应该说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因此呢，就是大家在这些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一些无实有的东西呢，就不要就是特别去执着。如果没有特别去执着，让它尽心尽力的就是往利他的这个方向就行持的话呢，那就是一定会是这个修持是这个成功的就是修持和成功的。